八角形，五星搁中央，注意放心上。红星八角帽，中国工农红军身上最亮眼的配饰。Arms and legs were shot with smallpox, typhoid, cholera, typhus. 施乐先生，施乐，你可以去西安了。太好了！大革命失败后，斯诺一直在寻找红军的下落。蒋介石政府钳制舆论，9年来没有任何一位西方记者见过共产党人。Through what adventures? I did not know. 一封引擎墨水写的介绍信，让他看到了希望。如果能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，见到毛泽东，那将是一个世界级新闻。But thousands of lives have been sacrificed in these years of Kuomintang communist warfare. Could one foreign neck be better hazarded than in an effort to discover why? 由于蒋介石政府的严密控制，外边的人连毛泽东叫啥都不清楚，甚至闹出了笑话，把毛泽东和朱德混为一谈，说共匪的头子叫朱毛。这种失实宣传显然无法打动斯诺。1936年，红军与张学良部、杨虎城部达成了秘密停火协议。停车，站住！在张学良的秘密协助下，斯诺终于向苏区进发。站住，请出示证件。冯绍率领，赶紧放行。放行。在英美多家新闻出版机构的资助下，西行之旅开始了。他真正走进了红区的神秘旅途。I was to carry my scant belongings to the first Red Partisan outpost. 还有多远？远着呢。你鞋子不错。I did not know whether he himself was a red bandit or a white bandit, but bandit he certainly looked. Hello, are you looking for somebody? Had spoken English. 意料之外的是，红军为了与他顺利接头，派出了一名高层领导。你好，施乐先生，欢迎莅临苏区。眼前的络腮胡子就是国民党悬赏8万大洋的赤匪周恩来。报告，请进。这是一份采访计划，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，我们会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。But 92 days. 这是我个人的建议，但是你是否愿意遵照，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。周恩来向斯诺强调，任何新闻记者来苏区访问，我们都欢迎。不让记者来苏区的不是我们，是国民党。粗布，只有头顶的红星八角帽是所有红军战士的统一标配。施乐先生在吗？你好啊，施乐先生，我就住在旁边的窑洞里。毛主席，很高兴见到你。在我不忙的时候，你可以随时来窑洞找我哟。你认为在什么情况下，中国人民
才会消耗和打败日本军队。3个条件可以保证我们的成功。第一，中国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4个月里，斯诺与毛泽东进行了数十次彻夜漫谈。毛泽东主张南京政府必须结束内战，一致对外。采访中，毛泽东更是首次对外讲述了个人成长史。采访初期的顺利，只是还差一张照片。斯诺拍了很多毛泽东的肖像，但他觉得毛泽东穿着随便，又不爱戴帽子，看起来不够正式，不够官方。1937年10月，一本叫《红星照耀中国》的书悄然出现在伦敦街头。不久之后，上海、南京也出现了这本书的中文译本《西行漫记》。《红星照耀中国》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人、中国工农红军情况的最早、最详尽的报道。它让当时无数热血青年产生了戴一顶红星8角帽的渴望。